今日嚟講下考試嘅時候點樣幫小朋友安排溫習時間表。嗱，咁話咁快就嚟到期中試啦，好多家長都好苦惱㗎啦。究竟點樣幫小朋友安排一個最有效率溫習嘅時間表，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得到最好嘅成績呢？咁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學校通常都會喺考試前嘅個零月啦，咁就派呢一個考試範圍。咁但係咧，小朋友又唔可以太過早溫習喎，因為太過早溫習嘅會唔記得話，晒㗎嘛？係啦，又或者可能老師根本就未教到嗰度，佢都唔知道講緊啲乜嘢。咁但係相反，如果太遲溫習咧，可能就講唔切啦。好似我呢啲咧，成日都要開通頂咁樣溫書先至搞得掂咯。咁其實咧，究竟我哋應該由幾時開始溫書咧？係啦，咁對於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好複雜嘅，因為唔同嘅小朋友有唔同嘅溫習嘅需要啦，亦都有唔同嘅習慣啦。有啲小朋友咧就好急嘅，佢一做事咧全部都好快、好高效率嘅；有啲小朋友咧就慢慢嚟嘅。咁我睇翻個小朋友係咩情況啦。不過其實我哋咧咁多年嘅經驗啦，本身都有一個原則，我哋覺得係應用喺大部分小朋友身上都啱嘅，就係我哋希望會喺佢考試週之前咧，可以將佢要考嘅內容啊，最少溫習到2次。咁你話你溫到3次、4次、5次咁得？如果你有咁多時間，當然係得啦，係嘛？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所有嘅溫習時間一定係好緊張嘅。咁所以建議家長咧能夠做到溫習到2次呢個目標，就係一個最適當嘅安排啦。咁當然啦，香港大部分都係雙職家長啦，每日都要返工，咁可能覺得星期六、星期日放假嘅時間咧，先至可以有一個比較長嘅連貫嘅時間去同小朋友做溫習。咁好多時候都會安排成個週末坐喺屋企坐定定幫小朋友做啦。但係要記住喎，呢個方法咧就真係唔係太建議嘅。如果可以嘅話，真係要盡量喺週中嘅時候啦，一路慢慢每日同佢溫啲，每日同佢溫啲，咁樣嚟慢慢幫個小朋友去做一個考試嘅準備，先至會係一個最好嘅效果嘅。咁好啦，廢話唔多講，我哋直接落實戰啦。咁其實第一輪溫習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呢？嗱，第一輪溫習嘅時候，我哋建議家長咧提早開始，盡量早少少開始，唔好話等到太過問啦。第一輪嘅時候，盡量幫佢哋做咗啲佢哋新教嘅中英數嘅科目裡面嘅內容先，一啲佢哋完全係新學而未溫習過，可能咧小朋友對佢哋新學嘅內容嘅概念啊都未搞清楚或者未清晰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一開始幫佢哋解釋晒呢啲嘢先，解決晒呢啲死裂先，將啲死裂解開咗之後啦，先至後面會順嘅。咁我哋當然都明白啦，去到10月份啦，咁就小朋友都開始多測驗啊、默書嗰啲都多嘅。咁但係家長咧都唔好氣餒啊，唔好話覺得好攰啊，唔好做嗰啲做唔切嗱，唔好啦，盡量都安排一啲時間幫佢哋有啲新嘅概念解決咗先，然之後我哋之後咧就可以進行第2輪嘅溫習啦。咁完成咗第1輪溫習之後啦，我哋都可以俾小朋友休息1-2日嘅。建議家長盡量抽少少時間俾小朋友休息一下。其實呢個係有助佢哋搞清楚第1輪嗰啲唔係好明嘅概念，喺個腦度消化咗先，係啦。我哋進入第2輪嘅時候，就可以重點將一啲你覺得同佢溫習嘅時候，佢比較弱嘅概念同佢做練習啦，就重點咁補強啦。例如英文科為例子啦，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對 preposition 係真係好唔熟嘅，佢學得非常之唔熟練，亦都未搞清楚 preposition 係真係需要操練嘅。有啲比較獨特嘅 preposition 咧，其實小朋友未見過嗰個題型之前，佢係真係唔可以用一般嘅嗰種概念嚟到去做到嘅。咁所以呢啲我哋都需要俾多啲題目佢哋加強咯。又例如你話可能 to infinitives 同埋呢個嘅 gerunds 啦，咁其實呢啲都係需要家長咧係俾多啲題目佢嘅小朋友去做練習嘅。譬如你覺得呢啲地方需要加強操練咧，就喺第2輪溫習嘅時候俾多啲題目佢哋重點加強啦。好啦，咁正所謂過5關斬6將啊！當家長完成咗第1階段同埋第2階段之後，如果你仲有時間，就進入最後階段啦。你能夠去到呢個位呢，我就恭喜你啦！你嘅準備係真係非常充足嘅。咁我哋去到最後呢個階段啦，即將進入考試週或者已經進入考試週嗰個階段啦，我哋建議家長咧放翻鬆少少，俾個小朋友咧唔好再咁 tense 咁緊張啦，俾個輕鬆啲嘅心情佢咧，但係咧去俾翻啲考試卷佢做啦。家長盡量去揾一啲係真係一整份嘅。第2階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做一啲針對性嘅練習啦，但係嗰啲係分散咗嘅。去到第3個階段，即係最後呢個階段咧，建議家長真係俾一份完整嘅卷佢，然後咧有埋一個時限嘅。做一份卷，等佢熟習下呢個模式，睇下佢自己喺一個計時嘅情況下咧，究竟有啲咩問題會出現，有啲咩地方係掌握唔到。因為考試其實唔止係你識咗嗰個知識內容啦，好多時反而係咧你點樣去分配你考試嘅時間，亦即係你個小朋友喺考試嘅時候佢擁有嘅資源啊。佢嘅資源就係時間資源啦，同埋佢嘅知識嘅資源。佢兩者缺一都不可嘅。你話我全部都識㗎，但係我個小朋友控制唔到個考卷時間，係咪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考試技巧呢啲咧，我第時可以出翻條片
去講下啦。有啲家長咧亦都會問我哋，其實好多嗰啲考試班啊、溫習班啊嗰啲嘅其實唔會用嘅咧，咩操卷班啊嗰啲，我哋可以咁樣講啦，其實都係有用嘅，不過要喺若干嘅條件之下先至會有用。咁呢個我哋第時再出一條片再去講下啦。挖咗好多個窿。係啦，嗱咁其實點解我哋都建議家長喺考試週嘅時候，即係盡量俾小朋友放鬆啲呢？根據作家許嫣醫生嘅講到，考試週嘅時候，小朋友個腦裏邊記得幾多小知識啊，其實都已經唔係個重點嚟㗎啦。反而其實佢哋嘅身體狀況同埋精神狀況咧，先至係決勝嘅關鍵。無論個小朋友仲有幾多嘢未背熟啊，或者幾多概念未搞清楚咧，家長都唔應該嚟到逼佢哋再喺考試週嘅時候過分咁樣犧牲休息時間同埋體力嘅。咁至於保持良好嘅精神狀態啦，更加係至為重要啦。譬如佢哋日常嘅課外活動啊，好似羽毛球啊、小提琴啊、跳舞啊，呢啲咧其實都應該照常進行嘅。亦都建議家長最多喺考試週嘅時候幫佢哋暫停一次，只係需要減少啲太刺激嘅活動啦，例如開大型 party 啊，或者係仲帶佢哋去主題樂園嗰啲咧，就應免則免啦。不過就絕對唔建議家長斷絕晒佢哋所有讀書以外嘅活動喎。如果你將佢哋所有嘅時間全部拎晒嚟溫書咧，咁其實我哋都唔可以 expect 小朋友可以一時之間適應到生活上面重大改變嘅，因為你本身已經建立咗佢嘅生活習慣係有呢一類型嘅活動嘛，係嘛？如果你突然之間令到小朋友嘅生活習慣有重大改變咧，其實係會導致小朋友大大咁增加心理壓力，令到讀書嘅效果適得其反嘅。咁呢度俾個 tips 家長啦，除咗咧佢哋每一次嘅考試範圍標註好要考嘅嘢之外咧，其實都唔好忘記幫小朋友溫習一啲通常成日都會考嘅嘢，例如係咩咧？好似中文科嘅標點符號啦，或者英文嘅詞類啦，同埋常識科嘅時事題，呢啲都係需要家長每一次都幫佢哋去準備好嘅。咁好多小朋友咧，佢都有同我講話，佢哋考試之前咧都會揾好多唔同嘅溫書嘅小 tips 啦，又或者係不停咁樣操考試嘅 past paper，但係最後咧都冇乜成效喎。其實有時我哋咧掛住埋頭苦幹咁樣去溫習咧，反而就唔記得咗時間分配嘅重要性，尤其是係我哋嘅休息時間。咁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番茄工作法啦，亦即係 Pomodoro Technique 呢個概念咧，其實就係要我哋溫書嘅時候，可以喺自修室啊，又或者係喺屋企咧，都要 set 翻一個 timer，設定翻25分鐘嘅溫習時間啦，咁就令到自己可以全神貫注咁樣溫習。緊接住咧就係5分鐘嘅休息時間，可能呢5分鐘入邊你可以瞌一陣啊，又或者係望下一啲綠色嘅植物啊咁樣，咁都可以等你暫時放鬆嘅。連續溫習咗4個鐘頭番茄鐘嘅時間之後咧，最後就可以安排一次比較長少少嘅休息時間啦。咁例如可以休息30分鐘。另外咧，我哋都可以推介一個大約嘅時間表俾家長參考下啦。通常人全日最專注嘅時間咧就係朝頭早嘅，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推薦小朋友可能星期六日啦，全日休息嘅時候就可以8點鐘起身，然後到9點咧就安排1個鐘頭嘅時間俾佢食早餐啦。同埋因為朝頭早起身咧，通常個人都已經瞓到朦朦朧朧咁樣，咁都要啲時間去 warm up 下個腦啦，即係我哋講嘅開機啦。然後到9點至11點咧，呢一段時間就係佢最佳嘅學習時段嚟嘅，所以就可以溫習一啲邏輯力啊，又或者係需要專注力、記憶力等等嘅科目，例如係做下數學嘅題目啦，又或者係等佢背一背語文知識等等呢一啲科目。咁然後11點至12點咧就可以專注俾佢做翻啲題目啦，因為啱啱講9點至11點呢一段時間係背誦可能會比較多嘅，咁11點至12點咧就可以專注等佢做翻呢一類型嘅題目啦。到12點至2點呢一段時間咧就係俾小朋友可以食晏晝啦，然後就俾佢自由活動一下，因為其實前面都已經 intense 咁樣去溫習咗3個鐘頭啦，咁其實小朋友都會開始攰㗎啦。係啊，同埋其實都可以同小朋友講翻咧，即係話你做完呢幾個小時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個 break 俾你啦。咁其實佢都有個盼望嘛，係嘛？即係令到佢都有個動力啊！唔會話我無止境咁做嘅，有啲小朋友就會即係做到撇晒咁樣咯。係啊，佢就發脾氣係啦，唔做啦，係。咁然後到晏晝2點至4點咧，咁我哋要等小朋友嗰個專注力要翻嚟啦，幫佢恢復，咁就可以溫習一啲常識啊、人文啊或者係宗教呢一類型嘅科目，咁就引起翻小朋友嘅興趣啦。因為入邊大部分都係故事性比較多啦，嘅比較多啲嘅係啦，冇錯。到
最後夜晚7點至到9點呢一段時間咧，就係時候俾小朋友鞏固翻嗰日温習過嘅知識啦。咁例如可能同佢做翻一啲知識點嘅温習啊，又或者係啱啱講嘅都可以做翻少少練習，揾翻佢嗰一日學過嘅嘢，有啲乜嘢係仲未搞得清楚嘅概念，然後咧就配合翻我哋啱啱一開頭講嘅第一輪同埋第二輪嘅温習方法，咁樣去幫助佢。係，即係臨瞓嘅時候咧，幫佢 recall 翻一次咯，即係大概咁樣提翻啲重點。我哋今朝講過呢個係乜嘢啊？跟住晏晝講過啲乜嘢啊？好簡單咁樣令到佢提醒翻一次，俾個心理暗示佢。咁佢帶住呢啲嘢去瞓覺嘅時候咧，其實佢瞓覺嘅時候都可以令到佢腦裡面學咗嘅知識咧，重新再整理一次。咁之後嘅温習嘅效果咧，你會發覺係好好多嘅。等我哋嚟總結一下今日所講嘅3個原則。第一個就係啦，唔係温習嘅時間越多咧，對於小朋友嘅成績就特別好嘅。第二，小朋友嘅集中能力咧係有限嘅，你唔可以要求佢哋長時間咁樣去做温習，一定咧中間要俾翻啲休息時間佢哋。第三，到咗夜晚嘅時候咧，唔好做啲強度太高嘅温習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影響個小朋友嘅睡眠喎。如果小朋友一次考試裡面佢嘅温習時間真係唔夠咧，其實家長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始終你係慢慢逐步咁樣幫助個小朋友成長。咁如果你今次定呢個時間表，你覺得係時間唔夠嘅，咁啊即係證明你幫佢定呢個時間表，對於呢個小朋友嚟講係可能太緊密咯。咁如果你話佢有時間有剩嘅，咁就可能你定嘅時間表咧相對鬆咗啲啦。咁你下次再調整。嗱，始終啦，我哋都知道教育小朋友咧係一個長時間嘅嘢嚟嘅，唔係話佢一次考試考得好就代表佢以後都好嘅。我哋其實希望通過咧時間管理嘅教育，令到小朋友咧逐漸掌握到點樣去規劃自己嘅時間。我哋都會建議家長咧，除咗教導小朋友點樣去準備考試之餘，其實更加重要嘅可能係教佢點樣去規劃自己嘅時間。咁我哋小1、小2嘅時候就可以家長幫佢做晒呢件事啦，但係其實我哋都建議啦，小3、小4開始啦，就真係要同佢哋一齊去規劃。究竟你個考試你嘅時間想點樣準備啊？等佢哋參與咗喺其中，而到小5、小6嘅時候咧，就應該俾小朋友有自己控制自己時間嘅能力啦。其實我反而覺得啦，你教到小朋友點樣有效咁控制到佢嘅時間，對於佢以後嘅人生嘅價值啊，遠遠大過於你令到佢一次考試嘅成績考得特別好。咁希望呢一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啦，大家要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咯喎。我係阿懵，我係蕭 Sir，拜拜。